各位同學仔大家好啊！今個星期去返 S02呢一份筆記啦。咁麻煩你幫 Miss 對你手頭上嗰份筆記同唔同 Miss 一樣 ？OK。今個星期第一頁呢都係趣味數學嚟嘅 OK。咁一齊睇返下面嘅題目，我哋應該要點樣做啦喎？好，第一題啦，佢話觀察直式 OK。咁諗一諗呢個 A 呢係等於幾多 ？A 是多少 OK？咁幫 Miss 留意返啦喎。咁佢就話兩個 A 相加會得到下面嘅數字，即係會等於8咁計 OK。好啦，再幫 Miss 記多樣嘢啦。A 每次代表嘅係同一個數字。假設 A 係等於1嘅時候，就係兩個 A 都等於1。假設B等於2嘅時候呢，兩個 A 都會係等於2嘅 OK，即係兩個2相加咁計 OK。咁所以啦，咁你就諗一諗咯喎，幾多加幾多會等於8呢 OK。咁好啦，我假設我呢一度有8個嘅圓圈 OK。好啦，咁就會等於呢一個再加呢一個 OK。咁好啦，我點樣將呢8個圓圈分別擺喺兩個框框度呢 OK。因為呢，佢兩個數字相同，意思係我將呢8粒嘅圓圈分別擺喺兩個框框裏面，就會呢等於呢個 A 嘅數量 OK。好，我將一粒擺喺呢度，一粒擺喺呢度，冇咗兩粒，再一粒擺呢度，一粒擺呢度，又冇咗兩粒 OK。繼續擺，又冇咗兩粒。繼續擺，冇晒啦。咁所以呢個時候你發現個框框裏面有1、2、3、4，有4個圓圈。1、2、3、4，有4個圓圈。咁即係話你知啦，兩個 A 嘅數字就會等於4嘅 OK。咁4加4呢係會等於8嘅 OK。咁幫 Miss 記住啦喎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題目啦喎 OK。同樣地觀察直式 OK。諗一諗呢B 是多少啦？同前面一樣嘅B 每一個次嘅數字呢都會係一樣嘅 OK。咁上面一樣㗎，兩個 A 都會等於4咁計啦 OK。如果B 係等於嘅話，即係兩個 B 嘅數量都係會等於2嘅 OK。好啦，同樣地啦。唔知幾多再加幾多就會等於6粒嘅圓圈 OK。1、2、3、4、5、6 OK。咁呢個時候將6粒嘅圓圈分別擺喺前面兩個框框度 OK。一粒冇咗兩粒，再一粒又冇咗兩粒，再一粒又冇咗兩粒 OK。好，咁所以數一數啦，1、2、3有3個圓圈，1、2、3有3個圓圈，每個框裏面有3粒嘅圓圈，咁就話你知B嘅數量呢就會等於3嘅 OK。咁所以幫 Miss 記住下面嘅嘢啦，同一個英文字母每次所代表嘅呢係同一個嘅數字嘅 OK 嗎？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再一齊叫你份筆記嘅第2頁啦 OK。第2頁呢同上個星期一樣嘅，都係啲溫習筆記嚟嘅 OK。好，第一個啦，咁佢數一數比多同埋少嘅 OK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有6隻嘅 OK。1、2、3、4蝴蝶係有4隻嘅 OK。好啦，邊個比較多啲呢 OK？多嘅話，即係個數字係大啲咁計 OK。咁6係大啲，咁呢4係細啲 OK。咁所以啦，話俾你知小鳥呢係比較多啲嘅 OK。多幾多隻呢 OK。好啦，一齊數一數咯喎。如果你想知道多幾多隻嘅時候呢，咁首先我哋可以將佢逐一咁樣連埋一齊先 OK。譬如呢一隻，我連埋呢一隻啦 OK。呢一隻連埋呢一個啦，呢一個對翻呢一個，呢一個對翻呢一個，咁我對完之後，我剩低有2隻喎，咁即係話佢多咗2隻咁計嘅 OK。好，第2個啦，都係上個星期學嘅知識點啦，依指定嘅數目畫一個圖案嘅 OK。好，咁佢就話啦，圓圈要有8個，咁呢度先1、2、3、4、5，先有5個喎 OK。咁你畫到8個喎，咁就再畫多1個、
兩個、三個，OK，咁所以呢度6、7、8，咁所以總共咧就有8個嘅圓圈嘅，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3個例子啦。呢一個係我哋今日要學嘅重點嚟，叫順數。咩叫順數咧？咁佢就話咧，順數就係啲數字咧由小至大咁樣去變嘅，OK。即係咩嚟嘅咧？譬如我由5順數落去啦，咁就5啦、6啦、7、8、9，誒啊5係細啲喎，係咪？OK。然之後咧，9係大啲喎。如果呢一組嘅數字咧係由小至大咁樣變化嘅話咧，咁佢係叫做順數嘅。咁好似我哋搭 lift 翻屋企咁樣，我由 G 即係地下啦，跟住1、2、3、4、5、6，OK。咁當你住喺8樓度嘅就咪7、8咁樣樣咯。咁如果搭 lift 翻屋企嘅時候咧，喺地下搭 lift 翻屋企嘅時候咧，咁係代表一個叫順數嚟嘅，OK。好，第4個叫倒數，OK。倒數即係咩嚟嘅？個數字會由大啦至小咁樣變化嘅。譬如啦，10、9、8、7、6，10係最大嘅，6係細啲嘅，OK。咁當一組嘅數字由大至小咁變化嘅時候咧，咁佢係代表一個叫做倒數嘅，OK。咁倒數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有咩例子咧？就好似你屋企想落去樓下公園度玩咁樣，我當你住喺8樓度，你入 lift 啦，跟住就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OK，然之後去到地下 G 咁解嘅啫，OK。咁啊數字咧係越嚟越細嘅，咁啊叫做倒數嘅，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第5個，OK。咁加法，咁即係將佢合埋起身咁解嘅啫，OK。譬如1、2、3、4，蘋果有4個，1、2、3，橙咧有3個，OK。4加3會等於幾多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所以總共咧應該係有7個嘅，呢度多咗出嚟，幫住鏟咗佢啦。OK，咁再幫 Miss 記住啦喎，4加法嘅話係將佢全部合埋起身嘅，OK。好，取走一些嘅物件就用翻減數嘅減法嘅，OK。咁即係咩嚟嘅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有6粒嘅星星，1、2、3，冇咗3粒喎，OK。咁剩低1、2、3，咁6減3就會等於3嘅，OK。咁所以幫 Miss 記住，如果將佢合埋一齊嘅話，就用翻加法去做；如果拎走一啲嘅物件嘅，就用翻減數去做咯喎，OK 嘛？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再企第3頁啦嘅第3頁咧係重溫我哋上個星期學嘅知識點嚟嘅。咁 Miss 大概俾8分鐘嘅時間嚟去完成嘅，開始。好啦，假設你完成咗啦，咁就同 Miss 一齊對翻呢度嘅答案啦喎。第一題嘅 A，OK，相圖共有蜜蜂多少隻？OK，上個星期 Miss 講咗，我哋一路數咧，一路畫走啲圖案嘅，OK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所以我哋數到13隻嘅蜜蜂，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1B，相圖共有蝴蝶幾多隻咧？OK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所以係有6隻嘅，OK。咁佢就 C， 佢就問你啦，邊一種嘅動物較多？多嘅話，即係個數字大啲咁計，OK。好啦，蜜蜂有13隻啦，蝴蝶有6隻嘅，OK。好啦，13係比較大啲，6係比較細啲，咁所以大啲對比嘅嗰樣動物比較多啲，咁所以將個蜜蜂咁樣圈翻起身就 OK 啦，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再落去下面嘅 D 啦，OK。咁佢就問你啦，蜜蜂比阿蝴蝶多定係少幾多隻咧？OK。好，佢有13隻，佢有6隻，OK。好，然之後圈翻個比字就比前面嘅主角啦。主角係大啲嘅對
代表嗰樣嘢係多啲咁計，OK？多幾多隻呢 OK？多幾多隻呢係代表個相差。好，我當呢一個係個蜜蜂，佢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隻 ，OK。好，然之後呢，蝴蝶有6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 ，OK。好啦，將佢1對1咁樣黐翻起身先，OK。突出嚟嘅呢一部分就係多出嚟嘅數量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咁所以佢多咗7隻嘅，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2題咯喎，畫出適量的圓圈。咩叫適量呢？咁睇翻條題目啦。咁就要你畫翻9個圓圈，OK。令到物件嘅總數呢與格仔裡面嘅數字相同嘅，OK。咁所以你要畫翻9個圓圈，一個、兩個、3個、4、5、6、7、8、9 ，OK。不過你自己畫圓圈嘅時候畫得靚仔少少啊，Miss 呢一度呢畫到唔係幾圓嘅，OK。咁再畫完之後再數多次啦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 ，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第3題啦，畫一畫嘅，OK。依指定數目加畫足夠數量的圓圈。咁框框裡面係個7字，咁即係你呢一度總共加埋呢，要令到個圓圈總共有7個嘅，OK。咁呢度有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咁所以畫多一個就 OK 啦，等於7個嘅圓圈。好，第4條啦，依數字畫上正確數量的三角形。依數字呢度有個6字，咁即係畫到6個嘅，1、2、3、4、5、6 ，OK。畫咗之後再數多次啦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嘅，OK。咁記住啦，畫完之後再數多次，避免自己畫多咗啦，或者畫少咗嘅，OK 嗎？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再一齊叫你份筆記嘅第4頁啦，OK。第4頁呢係有關於順數同埋倒數嘅，OK。咁於是會同你一齊做翻2條嘅例子，咁剩低嘅呢就會交俾你自己試下去完成嘅，OK。好，第5題啦，填看啦，OK。並圈出正確嘅答案嘅，OK。咁好啦，做翻呢啲題目嘅時候，一定要好似 Miss 咁樣圈翻頭尾嘅數字，咁佢係細啲。咁啊6字呢係大啲，如果一組數字係由小至大咁樣變化嘅話，咁佢係代表一個順數，咁圈翻個順數啦，OK。咁1嘅下一個就2啦，跟住3，跟住4，跟住5，跟住呢就係個6字嘅，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6題啦，OK。同樣地圈翻頭尾嘅數字，佢係大啲，1係細啲，OK。如果一組嘅數字係由大至小咁樣變化嘅話，咁佢係一個叫做倒數嘅，OK。咁一路倒數落去咯喎，6，跟住5，跟住4，跟住3，跟住2，跟住就係1嚟嘅，OK。咁記住係圈翻頭尾嘅數字，先判斷翻佢係順數定係一個倒數先，然之後呢，再填翻框框裡面嘅數字嘅，OK。好啦，剩低嘅題目呢 Miss 大概俾7分鐘嘅時間你去完成嘅，開始。好啦，假設你完成咗啦，咁就同 Miss 一齊對翻呢度嘅答案啦喎，OK。第7題啦，依順數嘅次序啦，OK。喺橫線上呢，填翻適當嘅數字，6，跟住呢，最尾個數就係個10字，6係細啲，10呢係大啲。如果由小至大嘅代表個順數，咁一路順數落去啦，6跟住7，跟住8。
跟住9，跟住就係10嚟嘅。OK。好，第8題啦，把呢一組嘅數字啦，依倒數嘅次序排翻出嚟。OK。倒數即係呢個數字咧係由大至小咁樣排翻出嚟嘅。OK。好，一齊睇睇啦喎，有4、5、2、3、6，最大係個6字，跟住係個5字，跟住係個4，跟住係個3，最尾係個2字嘅。OK。咁所以你做翻啲題目嘅話，需要好似 Miss 咁樣，當你寫完一個數字嘅時候咧，要好似 Miss 咁樣畫條斜線，代表呢一個數字咧已經俾我哋寫咗㗎啦。OK。好，繼續落去第9題啦，由10開始倒數。OK。跟住10、9、8、7、6，咁就 OK 啦。好，第10題由8開始又係倒數，8、7、6、5、4。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11題啦，由4開始順數，順數即係數字咧越嚟越大咁解。4、5、6、7、8。OK。好，由6開始順數都係數字咧由小至大咁樣變化嘅。OK。6跟住7、8、9、10嘅。OK。咁所以幫 Miss 記住啦。OK。倒數嘅話，即係呢一組嘅數字咧係由大至小咁變化，順數嘅呢一組嘅數字咧係由小至大咁樣變化嘅。OK 嘛？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再一齊揭你份筆記嘅第5頁啦。OK。第5頁咧係有關於加法啦同埋減法嘅呢一個課題嘅。OK。好，第一題啦，佢就第一樣嘢叫數一數，1、2、3。OK。跟住就1、2。OK。填一填，將你數到出嚟嘅數字咧就填喺下面度嘅。OK。好啦，首先個和字幫 Miss 記住特別加嘅符號，3加2共有即係問等於幾多。OK。咁一齊數一數咯喎，1、2、3、4、5，會等於個5字嘅。OK。咁好啦，3加2就會等於5嘅。Miss 如果冇啲圖案俾我數嘅時候咧，3加2我會等於幾多咧？咁記住啦，加法嘅話，除咗數圖案之外啦，咁我哋可以用翻順數嘅方法去幫助我哋去揾到個答案嘅。譬如3加2啊，咪攞3出嚟順數兩下啦，4、5，咁正確答案咧咪等於5咯。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2題啦喎。OK。同樣地數一數，填一填。OK。1、2、1、2。OK。好，個和字代表加嘅意思，共有即係代表等於嘅意思。OK。2加2會等於幾多咧？咁數啦，1、2、3、4會等於4嘅。OK。咁所以2加2就會等於4嘅。咁同樣地攞2出去順數兩下嘅，3、4。當我順數一下兩下嘅時候咧，同樣咧都會等於4嘅。OK。好啦，上面 Miss 做咗2條例子，咁下面嘅 Miss 交俾你自己去完成啦喎。OK。咁呢度 Miss 大概俾4分鐘嘅時間你開始。好啦，假設你完成咗，咁就同 Miss 一齊對翻呢度嘅答案啦喎。第3題啦，數一數，第2係填一填。OK。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、4。OK。個和即係代表加，共有即係代表等於嘅意思。咁4加4會等於幾多咧？咁你數一數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所以總共咧4加4係會等於8嘅。OK。除咗數圖案之外啦，咁加4又話4開始順數4下啦，5、6、7、8。1下、2下、3下、4下，咁所以同樣咧都會等於8嘅。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4題啦，數一數，填一填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呢度得一個。OK。和代表加，共有代表等於。OK。咁6加1會等於幾多咧？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所以總共係等於個7嘅 ，OK。咁所以6加1會等於7嘅 ，OK。如果分順數嘅話，加1咁就順數一下嘅啫。6嘅下一個就係個7，咁同樣呢都係會等於7嘅 ，OK 嗎？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再見去第6頁啦，OK。第6頁呢係有關於減數嘅呢一個課題嘅，OK。好，第5題啦，同樣地數一數，填一填，OK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數到有6隻嘅，OK。Miss 啊，呢一個呢無啦有條斜線嘅，斜線一個代表一個刪去，刪去即係乜你拎走咁計，咁所以呢係作一個減數 ，OK。好啦，拎走即係叫取去之後翻減啦 ，OK。呢一度得一個公仔一條斜線嘅啫，今日代表拎咗一個減解 ，OK。咁好啦，6減1還有得個等於符啦。咁仲有幾多呢？1、2、3、4、5，仲有5嘅 ，OK。咁所以6減1就會等於5嘅。同樣地啦，Miss，如果冇啲圖案俾我哋數嘅話，咁6減1會等於幾多呢？所以幫Miss記住啦。前面講咗順數去分加法去做嘅 ，OK。咁加法可以用翻順數呢一個方法去揾到答案嘅 ，OK。減數嘅話就用翻倒數呢一個方法去揾到個答案嘅 ，OK。譬如6減1啊嘛，咁就倒數一下咯，倒數一下咪等於5咯 ，OK。好，第6題啦，同樣地數一數，填一填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呢一度刪去咗有2個，咁所以呢度係拎咗取去即係減 ，OK。拎2條斜線即係要拎走2個咁計，咁所以呢度有一個叫減2嘅，還有代表等於幾多 ，OK。咁有1、2、3、4、5，會等於5嘅 ，OK。咁7減2會等於5嘅。咁如果我唔數圖案啦，咁可以點樣揾出個答案呢？減2即係倒數2下，6、5，倒數咗1下、2下，所以最尾都會等於5嘅 ，OK。好啦，剩低嘅題目 Miss 同樣地大概俾4分鐘嘅時間你去完成嘅，開始。好啦，假設你完成咗啦，咁就同 Miss 一齊對翻到嘅答案啦喎。第7題啦，數一數，填一填。1、2、3、4、5，呢度5個啦。取去即係減 ，OK。1、2、3，拎走咗3個，還有即係代表等於幾多？1、2，仲有2個嘅 ，OK。所以5減3就會等於2嘅。如果分倒數嘅話，就倒數3下啦。4、3、2，倒數咗1、2、3，咁同樣最尾都會等於2嘅 ，OK。好，再落去下面嘅第8題啦，數一數，填一填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OK。取去即係減。1、2、3、4、5，OK，減5，還有特別等於幾多？1、2、3等於3，OK。所以8減5係會等於3嘅。如果分倒數嘅話，8減5即係倒數5下咯喎，OK。7、6、5、4、3、1、2、3、4、5，當我倒數咗5下嘅時候呢，都係會等於3嘅 ，OK 嗎？跟唔跟到？好啦，冇問題嘅，今個星期課堂就咁多，剩低嘅作為功課部分嘅 ，OK。咁你完成咗之後呢，需要影相交俾你嘅老師去改正嘅，冇問題的話呢，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，拜拜。